一個位於格陵蘭嘅冰川喺2008年發生咗一次崩塌，係目前為止我哋見過最大嘅一次。喺短短75分鐘之內，相當於一個青衣島咁大面積嘅冰崩塌咗。點解啲冰無啦啦會溶呢？當然同全球暖化有關啦。而全球暖化其中一樣同我哋香港最有關嘅就係海平面上升。呢個亦都係我哋今日呢段片嘅主題。究竟點解海平面會上升呢？好多人會覺得呢件事好合理啊！啲海冰變咗做水，咁個海咪多咗水咯。個海多咗水，海平面咪上升咯。但係直覺有時未必就一定係啱嘅。大家都知啦，冰咧就浮喺水上面嘅，咁所以我哋首先就要了解一下浮力究竟係乜嘢東東。嗱，呢一項知識咧，其實大家喺上中文堂嘅時候咧就已經學過噶啦。點解係中文堂呢？其實係同一個典故有關嘅。呢個典故就係曹沖稱象。話說喺三國時期，曹操咧就得到咗一隻象，咁佢個細仔阿曹沖咧就諗到一個方法咧，可以稱下隻象幾重喎。個方法係咁嘅：首先準備一隻船，將隻象放入船度，然後將水位刻喺船身上面，之後將隻象拉翻上岸，改為放大石落隻船度，直到水位去到啱先刻嗰個位置，最後只需要稱一稱嗰堆大石，加起嚟就係大象嘅重量啦。呢個方法係運用咗一個物理嘅原理，相傳係由阿基米德發現嘅，所以個原理嘅名咧就係咁嘅。不過由於我唔識讀佢嘅關係咧，我暫且就叫佢做曹沖原理先啦。個理論係咁嘅：若然一樣嘢喺水上面浮緊，咁佢嘅重量就等於佢排走咗嘅水咁重，即係話左邊呢塊木頭等於右邊嚿水咁重。睇翻稱象嘅例子，隻象加隻船總共排走咗咁多嘅水，所以佢哋加埋嘅重量就等於呢一嚿水咁重啦。同樣道理，由於大石加隻船都係排走咗同樣體積嘅水，所以大象加隻船就等同大石加隻船一樣重啦。即係大石加埋嘅重量就係大象嘅體重。好啦，我哋了解咗曹沖原理之後，就可以睇翻我哋最初嘅問題：浮冰溶咗之後會發生咩事呢？呢嚿冰排走咗嘅水係咁多，即係話嚿冰相等於呢一嚿水咁重。但係我哋知道冰溶咗之後就係水，換言之，呢一嚿冰溶咗之後就係呢一嚿水啦。亦都即係話嚿冰溶咗之後嘅水係凹凹陷咁樣填補翻佢原本排走咗嘅水。喺呢一個情況下，水位係完全冇改變到嘅，所以我哋嘅結論係浮冰嘅溶化係唔會影響水位嘅。咁真正令海平面上升嘅原因係咩呢？主要有3個：冷縮熱脹、冰川融化、過度用水。冷縮熱脹喺全球暖化下，海水升溫受熱膨脹，海水體積變大咗，海平面自然都會上升啦。呢一個道理好顯淺，但係其實唔少人都忽略咗呢一個因素。冰川融化同樣係融冰，但係冰川融化講緊嘅係陸上面嘅冰。試想象一下，原本結咗喺山上面嘅冰，融化咗做水，流入河流，再流入大海，咁樣海水自然就會多咗，海平面亦都會隨之而上升。所以以後有人同你講海平面上升係因為啲冰溶咗嘅話，你就要問清楚佢，你講緊邊度啲冰先？過度用水，由於地球上嘅人越嚟越多，食水需求亦都越嚟越大，所以人類不斷抽取地下水嚟用，
但係我哋用完嘅水係直接排落大海嘅，即係話其實我哋係不斷將一啲唔屬於大海一部分嘅地下水倒入個海入邊，咁樣海平面自然會上升啦。全球暖化令海平面上升，香港自然係首當其衝啦。所以就算海冰融化唔會令海平面上升，全球暖化依然係我哋每一個人都要關注嘅議題。最後，多謝大家嘅收睇。如果你有咩想知嘅話，可以喺下面留言，我可能會拎嚟作為之後嘅片嘅題材。下一段片我會講係一啲生活之中你經常聽到嘅單位，但係你未必知道佢嘅意思。例如一隻船嘅排水量係代表啲咩呢？提示係同我哋今段片講嘅嘢有關嘅。好啦，我哋下次再見。